看，有啊，有那个道具啊，穿身的道具，穿身的道具，穿身的道具。上面有那个什么，做记号的东西。专业的，专业的。在哪里？中央在这里。有些过印度的人。我为什么要选？没电吗？还是什么？给人家旧的锅是谁拿走都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对啊，是谁拿走下次上课我请你吃东西啊。下一次，我不管，只要这一次。你要这个还哦。今天没快吃的，看到的名字我就带看，请你吃咖啡。有大姐真好，谢谢。我是想说你们缝好的时候，这个帮你们弄，哪一个比较快。这个耳朵，对，好，老师帮你弄好了。对，让你们自己翻。不然这样等一下没有完整。对啊，我问老师的呢。两个。这好像不大想手。两条一起打。等一下夹子再给你。都没有绑上的，没线。这上面是细的，这是。先。哪一个比较看起来比较哦，鸭子在下面。你这个马达马都拿起来以后给它转啊。不是，你干嘛弄它？我没有底线的啊！对呀，你自己滚啊！你没有那个预备的哦。我还以为你有预备的。没有。然后那个道具有一个道具铁丝啊，穿到你这个这里，底下用红的。穿到那个拉进来，有那个道具啊。这边有个道具。等一下，你要这边没看到？这个哈针，这个针哦插进去。这样。就放进去。那个线插进去。好，插。哎，等一下。大你还出不去。来，这样翻过来，然后这样这样穿线。先把这个东西，然后再贴上绳子。
对呀，之前不要跑。所以这样会比较好看。对，完全不要。最好看。OK。啊，他不会自己跳的。虾米？我另外一个比赛，这个是9步帮我定的。这个才是真正的时候，都不懂怎么操作。以前王昌玉就是这么多。对，他也很多对。慢慢怎么跳得快？就是那个胖胖的。这个要补那个不够长。老师那边有咖啡吗？用吃的，直接都喝了，还是吃呢？完美。会忘记妙妙语。老师，真的拿我电话，我那个儿子的，过了隔2天了，哎呀，忘记了什么。没有看过。这个前后没有关系。那个打电话给我，我们这个他我没有接到你那个，是后来才听到我讲说有聚会有聚餐的。这样子的，4礼拜前过来呢。那个是谁的那个？好了，换老鼠了。对了，然后你再给那个这个去看看老鼠。就是每一次这样很沉很有成就感。夜是建业。等一下你们缝那个贝壳哈，缝一次打结的时候要剪掉，不要不要脸哦！你不要连，我要打结，不要脸，我要打结。因为哦，为什么一个掉的话就全部都掉了？你不要脸！老师骂人的。一个缝掉。来给它连起来。还是讲说你不要脸，不要脸，不要给他脸，讲清楚，不要给他联系，不要给他脸，打结，不要给他脸了。打结再连没关系。不是，你这个要用碗啊，再结啊，你还用一边呢，很顺吗？连的还是要连的，都是不要。是，我意思是说不要连掉一边的话，它还有卡在上面嘛。要把一个固定好，再打那个打结再剪掉。哦，不是说你这一边的打算，我以为是这样子，这边的，你的意思是这边完剪掉，哎，不然你们一直这样子连的时候，一个掉全部就会掉了。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缝好有没有？像我们缝好那个裤子有没有？像我们现在这样哦，背面哦，你们可以回家的时候用那个梳子，给它固定，它比较不会掉。
时候有没有干的时候也透明的？哦，是用那个树脂，透明的，透明的，都别加那个白胶啊，黄色的、白色的，没有去砍树那个枝流出来。哪里？点后面那个60块，点那个我们缝好贝壳的那个背面打结的地方，这样子牙签怎么下放给它，哎，它就会粘住，然后也比较不容易掉。树脂啊，白胶啊，这样子有没有？硬硬的这个打结有没有？它干的时候也是透明的，哦，这种树脂叫什么？我知道，就是那种透明的，白白那个嘛，干的时候要这个后面会提。干的时候就好了。可以了。像这样子，像干掉。